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Alan。今日我哋拍嘅樓盤名咧叫做越秀天悦灣，一個曾經嘅西區樓價天花板，王者一般嘅存在，由當時嘅2萬幾蚊一平方咧，到咗今時今日最平八字頭，冇錯，你冇聽錯，8000幾蚊一平方，而且帶裝修嘅喎。係啦，咁啊呢個盤咧，可以算係咧喺西區呢個位置，甚至乎咧係整個大劈價系列入邊，應該係劈得最狼嘅嗰個盤嚟噶啦。呢個盤之所會進行大型劈價嘅核心原因咧，其實都離唔開嗰條高鐵軌道，係啦，因為佢最初頭起嘅時候咧，呢個盤喺當時係樓市上行好火熱嘅時候喺度推出嚟銷售啊嘛，而當其時咧一推出貨就好多人中盤，點解咧？佢嘅手有率係100%嘅，咁啊，所以就喺當其時嘅眾多產品入邊咧，佢嘅優勢好明顯啦。另外咧，佢係彩虹片區啊嘛，彩虹片區咧。佢有高鐵站啦，有成熟嘅商列啦，有中醫院喺附近啦，所以係一個十分之適合生活嘅地方。對於好多買家嚟講咧，就好容易中啦。跟住喺中間咧，突然之間某一日發現話，嗰個高鐵軌道嘅正式規劃咧，竟然就經過佢屋企門前咋喎。咁一下子咧，呢個盤啲貨就好難賣啦。直至到我記得係前年吧。曾經咧係有推出過一波清尾貨嘅動作咧，係由2萬幾蚊劈價到12000蚊嘅，咁啊嗰陣時都出咗好多貨噶啦。而今年咧又放出王炸，由9000幾蚊咧再降到8000幾蚊咧，擺明咧發展商就係想將啲尾貨清晒佢，因此咧今日就去睇下佢啲而家賣8000幾蚊嗰啲係點樣嘅貨啦。好，咁啊現時咧我哋就仲有1公里3分鐘就到樓盤啦。右手邊咧，其實就係中旅彩虹嘅嗰個商業配套。如果你係前邊過去呢幾年有睇過中旅彩虹同埋華潤公園四季嘅話，你就知啦。呢一帶周邊咧，佢哋同嗰個越秀天悦灣，大家享受嘅配套係一樣嘅。咁啊，當然啦，中旅彩虹咧，即係我哋右前方呢個盤嘅呢個位置咧，佢距離嗰個港澳直通巴肯定係最近嘅。咁啊，但係其餘嘅人咧，其實都係大家一樣係享受呢一個直通巴士咯。只不過你行前多1公里路咁樣嘅差別啊嘛，係啦，咁啊一對比之下嘅話咧，目前越秀天悦灣呢個價錢，你單純考慮到配套嗰一塊，絕對係物超所值嘅。咁啊呢度有咩需要我哋去注意嘅咧？就係佢現時賣嘅嗰啲貨啊，集中咧就喺3棟、4棟、5棟，全部都係啲貨尾嚟嘅。咁而其中咧4棟、5棟嘅前邊就已經係嗰條高鐵嘅軌道啦，所以咧佢日常時不時會帶嚟下嘅嗰個噪音咧，其實係都幾誇張下嘅。畢竟實在嚟得太過於近啦。只不過咧，而家你話政府有冇出台文件咧？有嘅，會話咧，到時候會喺呢條軌道旁邊咧，會有嗰啲消音嘅類似於擋板之類嘅嘢啦。咁啊，但係呢樣嘢咧，畢竟佢未做出嚟，我哋喺買之前，我哋唔知佢實際安裝之後咧係點樣嘅效果啊嘛。所以咁呢樣嘢就睇翻我哋嘅心理承受程度去到邊度啦。咁啊，當然你話高鐵咧，高鐵軌道係咪每日24小時有咁高嘅頻率成日經過咧？可能會比你想象中嘅要多咯，只能係咁講啊。咁啊，當然啦，好多嘢咧，當一個價錢足夠平嘅時候，我哋係可以適當去讓步嘅。當然，每一個人可以讓步嘅尺度唔同啦。好 OK，咁我哋直接去睇翻個樓盤係點樣嘅情況先。嗱，右前方就已經到啦，右手邊就係越秀天悦灣呢個樓盤。咁啊，呢個8000幾蚊單價一放出嚟之後咧，其實就即時已經出咗一波貨噶啦。咁包括我哋行家咧，今日應該都有好多人過嚟拍攝噶啦，就剩低最後那麼幾十套貨，唔多噶啦，好快就應該可以清完噶啦。我而家下晝5點鐘，太陽光好猛啊！呢度就越秀天悦灣嘅嗰個售樓部中心啊嘛。咁啊，旁邊呢度咧收咗一半嘅就係深澳高鐵啦。到時候咧喺呢邊去到深圳，搭高鐵咧會快好多。目前仲需要經過廣州咁繞過去啊嘛。以後喺中山可以直接咁樣穿過去到深圳啦。係啦，咁啊包括咧你想要去機場，亦都係十分之近。好，咁啊因為咧中間就係其實就因為呢一條高鐵軌道出嚟咧。佢係中間樓盤起到差唔多嘅時候，先確定話呢條軌道會經過呢度，一下子咧就太過於近呢一排啦。大家可以發現咧，哇，如此之近嘅距離，時隔幾年
又次嚟到越秀天悅灣嘅售樓部，真係十分之懷念。當其時咧，我哋最初頭啱開始睇到呢啲100%嘅實用率嘅產品嘅時候咧，其實覺得好神奇嘅，就覺得話：喂，你先80個方，你都可以做3房，咁犀利嘅咁樣。嗱，而家即使呢個鐘數咧，都仲有啲客喺度傾緊價。咁我哋睇下直接員一路咧就行去到佢嘅嗰個實際賣嘅單位。你同大家講一講嗰個沙盤先啦。今日其實咧呢個盤，其餘嗰啲單位根本上賣晒啦。而家賣嘅咧就呢個位置嘅5棟、4棟、5棟同埋6棟，就呢3棟樓嘅啫。咁啊6棟咧相對嚟講就唔會太過近嗰條高鐵嘅軌道啦，所以佢嘅價錢會相對高少少，要去到9000幾。咁啊4棟同5棟咧就真嘅係直接就貼喺前邊啦。咁啊所以佢哋嘅價錢咧就8000幾蚊平方都有噶啦。跟住發展商都好實在啦，直接就寫到上嚟啦。就包括咧，你如果係買佢嘅80平方同85平方嘅話咧，佢仲會送產權車位俾你添。所以一下子咧，就呢2日又有唔少人過嚟，直接博取落訂噶啦。現場基本上咧就一半係客戶，一半咧就係行家啦。因為呢個消息一出嚟咧，所有嘅 agent 咧都係第一時間通知自己手頭上嗰啲曾經對呢度有興趣嘅客。咁啊，至於話最終成交幾多咧，我相信過多2日就有結果啦。包括話呢一條片出街之後，我預計咧可能幾日時間呢啲貨就會俾人清晒。目前咧係已經有唔少人入住噶啦，基本上當時買呢度嘅人咧，投資客嘅佔比係尤其之少嘅，大部分人咧都係本地人買嚟自己居住，亦都有一小部分我哋港澳人士買嚟退休居住，又或者係做出租咁樣啦。咁平時咧，佢哋泳池就喺呢個位入嚟，呢邊係沖嗰個腳嘅位置啊嘛。跟住佢有一個細池啦，細路仔玩嘅，同一個大池，目測應該都有米5以上嘅深度啊！去到深水區有1.7米喎，佢由呢度開始1.1米，一路上去嗰度深水區係1.7米。好 OK。咁啊，園林配套嗰一塊咧，其他方面其實相差唔大嘅。咁我哋就直接一路行到嗰個示範單位樓下先啦。越秀天悅灣嘅入住率就真嘅係高嘅，而家呢個鐘數好多人已經開始帶小朋友喺自己屋企園林去玩啦。係啦，咁啊前面嗰個方向過去咧，就係嗰個公園四季，兩個盤之間距離係就係咁近嘅啫。咁但係公園四季嗰邊咧，最平嘅單位嘅單價都要去到11000、12000左右咁啦。而呢邊目前咧8000幾蚊帶裝修，我相信一定會有好多人會有興趣，即使佢係那麼的近嗰條高鐵軌道，係嘛？咁今一次擔上一份特價表上邊咧，主要針對嘅特價房源8字頭到9字頭嘅呢一批貨咧，主要係集中喺5棟。而家呢個方向咧，前邊呢度就係5棟啦。咁啊，嗰條咧係深茂鐵路啊嘛，所以我哋直接去實體樓咧，一陣大家就可以睇得到咧。望出去嘅嗰個距離嗰個高鐵咧，係究竟有幾近啊？我一陣就揀2套單位啦，一套80平方同一套85平方嘅，我哋去實體樓望一望，睇下個戶型間隔係點啦，同埋佢距離嗰個高鐵站究竟係點樣嘅先。我哋而家咧就喺5棟嘅實體樓，咁啊就上緊34樓。今次佢推出嚟嘅嗰啲8字頭、9字頭單價嘅貨咧，基本上集中喺2、3、4樓同埋頂樓。34樓就係佢頂樓啦。所以咧最平嘅單位係呢啲啦。咁啊當然咧，假如你唔買呢一啲所謂嘅最平嘅單位，有冇中間少少嘅樓層咧？都有嘅。咁不過價錢就要高少少啦。咁先睇翻80方嘅戶型啦。佢呢邊先講一講佢個梯戶比構造啊。佢2梯6伙啊嘛。咁啊嗰邊有3伙，呢邊有3伙咁樣。好，咁啊先睇翻呢隻05單位啦。05單位咧，佢係80平方。嗱，好似呢個地方咧，最初頭主打嘅，亦都係呢一片空間，你同其他人係分開嘅，咁就變成話呢一片空間咧，你係可以自己去使用翻嘅，係啦。
咁啊而且入門位置咧，竟然可以做到有一個花園位喎。咁啊，佢喺報建嗰一塊咧，就有啲類似於係將公用空間咁樣去報俾我哋噶啦。咁但係佢入門位咧，又放喺呢個位置。嗱，呢個就係你80平方竟然可以有一個細細的入花園，入到嚟哇，更加想像唔到咧，有個咁大嘅廳位啊，同埋嗰個廚房位置長形嘅，呢度可以放得到一個細型嘅雙開門雪櫃，偏細型嗰隻嚇。喺度直到目前為止，大家睇出或者點解當時可以賣得咁好味咧？佢雖然係細戶型、細面積，但係佢實用率咧係達到100%嘅。所以喺嗰個時期，其實呢個盤即使係貴咧，但係可能又基於係樓市上行啦，我哋都賣得唔錯。好，呢邊係主露台位置嚇。咁啊呢度大家已經可以睇到啦。嗱，主露台位置下邊就係呢條軌道啦。其實如果接受到嘅人，可能佢會有其他嘅想法，接受唔到嘅人只會覺得話佢好嘈咯。OK， 咁啊睇下房間，呢度第一間房，呢間房咧就頂籠係放張孖二床噶啦，細房嚟嘅。跟住呢邊第二間房都係孖二床左右咁樣嘅尺寸咯。咁啊冇飄窗位啦，呢邊洗手間位。喺80平方入邊咧，其實呢個洗手間位都夠大嘅。你睇鏡櫃啊、洗手台呢啲位置放喺出邊。呢間係主人房啊。我就話啦，明明就係得一位啫嘛。咁啊，但係佢今次攞出嚟個特價單位上邊咧，竟然寫住79方係3房2衛。咁呢個應該係樓盤方嗰邊寫錯咗俾大家。好 OK， 85平方就肯定有2衛嘅，但係80平方咧就係1衛。咁樣嘅戶型空間，睇下大家覺得點樣？嗱，咁往反方向走咧，呢邊經過一個安全門，就有01、02單位啦。02單位咧就係85平方噶啦，有一條長長嘅走廊位，呢邊係安全出口。嗱，呢戶02咧就85平方嘅3房2衛，入門位置呢邊係櫃位啦。其實我覺得係窄咗少少嘅。呢一片空間，嗱，攞對鞋過去拼下，勉強都放唔落，所以係偏窄嘅。好，跟住呢邊飯廳位同餐廳位，廚房空間。如果話對比嗰隻80平方咧，個廚房會顯得細啲，但係佢呢度咧就會多一個生活露台啦。OK， 睇下主露台先，精裝修嘅現樓。嚟主露台方位咁樣望落去，係睇唔到嗰條，都睇到㗎。呢個方向，呢個方向係嗰個深澳高鐵。好，景觀嗰一塊咧，其實冇乜景觀嘅。如果係矮樓層少少嘅話，都冇乜景觀。跟住睇房間，呢間主人房嚟㗎，好大，一陣先睇啦。先睇最細呢間，85方咧。更加多嘅空間面積都放咗喺房間嗰度，呢度就可以擺到1.5米床㗎。呢間房細啲，但係都比頭先80平方嗰隻咧要顯得大得多啦。跟住公衛啦，同樣係洗手間喺出邊嘅設計。哇！呢個主人房有啲勁喎，呢個地方係衣帽間嘅位喎，放櫃嘅地方。呢度係洗手間，跟住放床嘅位置都擺到1.5米到1.8米床噶啦。如果你靠埋窗邊嗰度去咧，擺張大床冇問題。好，咁今次咧佢主要推出嚟嘅就係80平方嘅3房1衛，同埋85平方嘅3房2衛。最平嘅單位咧70萬左右，你就可以入手到啦，而且係仲帶埋一個產權車位添。咁好快啦，就已經睇完咗嗰2隻特價單位啦。其實佢呢度咧就唔單止係只剩低呢2隻嘅，咁匯報下佢嘅銷量進度啦。尋晚先啱推出嚟嘅特價，今日咧80平方嗰隻就已經只剩低3套啦。唔知會唔會到咗今晚嘅時候已經呢3套都冇埋啦？咁85方咧就仲有幾套咁樣，而成個盤咧其實佢每一棟樓都可能會有0星嘅單位可以選，但係嗰啲單位而家現時
就並沒有傳出風聲話攞出嚟做特價咁樣。咁我預計咧，其實佢嘅嗰啲特價咧，都係嗰啲好矮嘅樓層或者極高嘅樓層，就會做到8字頭咁樣。而其餘嘅嗰啲單位咧，應該都會喺1萬上下咁樣去浮動咁樣。係啦，咁啊，如果咧你係想覺得話呢個片區 OK，跟住呢個盤嘅嗰啲不利因素，你都可以接受到，想要去執呢個筍貨價嘅話咧，記得聯絡上方嘅 WhatsApp 電話揾到我啦。我係 Alan，我哋下期再見啦，拜拜。